各位长辈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国安医师，请大家先停下手边的事情，听我说一句真心话，拜托你，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。如果你现在关掉影片，或是只听一半，你可能会把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误以为只是牙痛或胃痛。这种误会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让你错过最关键的救命时机。结果就是人虽然救回来了，但心脏已经受损严重，回不去以前的体力了。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通知，以获得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收看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今天的内容不谈深奥的医学理论，我会用最简单你听得懂的话，告诉你5种最容易被误会的假痛。我还会教你一个在家里就能做的黄金10分钟音片流程。我保证，只要你听进去，并把这些方法记在心里，就能在关键时刻帮自己，也帮家人找回一条生路。我们不需要惊慌，只需要正确的知识来守护健康。很多长辈都以为心脏病发作一定是胸口像被大象踩到一样痛，其实心脏出问题往往是很低调的。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台车，心脏就是最重要的抽水马达，而血管就是马达连接出去的油路。如果油路里积了太多垃圾，油垢，路就会变得越来越窄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高或胆固醇太高。平常路虽然窄，但勉强还能走。可是如果突然遇到天气偏冷，情绪太激动，或者是半夜起床太急，这条路会突然缩一下，那一瞬间本来就窄的路就彻底堵死了。马达抽不到油，它就会开始抗议，这就是心肌梗塞。所以心脏病不是突然坏掉的，而是这条路已经塞很久了，只是在某个时间点撑不住而已。我们不需要去背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，只要记住心脏的求救就是因为它的供油不顺了。了解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接下来要讲的那些怪痛其实都是心脏在求救。在诊间，我常听病人家属说，明明前一刻人还好好的，怎么下一刻就倒下了？其实有3个时刻对长辈来说最危险。第一是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当你从温暖的被窝突然掀开被子，脚踩到冷冰冰的地板，全身血管会瞬间收缩，这对心脏来说是巨大的压力。第二是刚洗完热水澡，走出温暖的浴室，进到冷冰冰的房间或阳台收衣服，这种温差的震荡最容易让血管出问题。第三是吃饱饭后马上急着去爬楼梯或赶公车，这时候血液都集中在胃部帮忙消化，心脏本身的供血反而偏少。如果你还拼命出力，心脏真的会硬撑到受不了。其实保命的方法很生活化，半夜起床，请先在床边坐个30秒，让身体醒过来。出房门前披件外套，拖鞋穿好，洗完澡，在浴室里穿好衣服再出来。吃饱饭，先休息半小时。这些小动作不是因为我们胆小，而是为了给身体一点时间适应，这就是给心脏最好的保护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秘密，牙痛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。我曾经遇过一位长辈，牙齿痛到不行，看了好几个牙医都说没蛀牙，后来转到我这里检查才发现是心脏梗塞。这种心源性牙痛通常有一种特质，你说不出具体是哪一颗牙在痛，而是一种酸酸麻麻闷闷的感觉，甚至会
一路连到下巴和脖子。很多长辈会觉得很奇怪，心脏在左边胸口，为什么牙齿会痛？这是因为身体的感觉神经有时候会传错信号，就像马路上的线路短路了，明明是心脏在痛，大脑却以为是下巴或牙齿在痛。如果你突然觉得下巴或牙根有一种莫名的沉重感，而且不管怎么看，牙医都找不到原因，请一定要提高警觉。特别是当这个肿痛发生在你走路走太快、搬重物，或者是情绪很激动的时候，那更可能是心脏在发警报。如果这肿痛发生时，你还觉得有点喘，身体在冒冷汗，或者是想吐，那就千万不要再拖了，请立刻停止手边的动作。这不是牙周病，这是心脏在求救。除了牙痛，还有一种痛最容易被误会，那就是肩膀和手臂痛。很多长辈平常有在做家事、抱孙子，很习惯肩膀酸痛，但是心脏发出的肩膀痛是不一样的。它通常会出现在左边的肩膀，或者是左边手臂的内侧，感觉像是一种省省的压迫感，而不是运动后那种酸痛。另一种常见的感觉是后背痛，很多长辈觉得背后肩胛骨中间那一块肉闷闷痛痛的，以为是姿势不良或者是老毛病犯了。请记住林医师的一句话，普通的肌肉酸痛通常跟姿势有关，你换个方向按一按，可能就会舒服一点。但如果是心脏引起的痛，通常跟你做了什么动作有关。譬如你本来坐着没事，一站起来走动，或者是遇到冷风吹过来，背部和肩膀就开始闷痛，那这就很可能是心脏血管供血不足。遇到这个情况，千万不要逞强，也不要去推拿揉捏，那反而会让心脏负担更重。正确的做法是先坐下来，把领口松开，保持呼吸顺畅。我们不需要去猜它是什么痛，只要跟平常的酸痛不一样，就先把它当作警讯来处理。在所有的假痛中，最致命的误会就是胃痛。很多长辈在心脏发作前会觉得肚子闷闷的、胃胀胀的，甚至一直打嗝、想吐。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去翻药箱找胃药，吃个几颗，这就是最危险的时刻。因为你以为在治疗，实际上却是在浪费救命的黄金时间。为什么心脏病会像胃痛？因为心脏的下壁靠近膈肌，那个位置非常接近胃部，所以当血管堵住时，身体会误以为是肠胃不舒服。林医师教你2个最简单的分辨方法。第一，看它跟活动有没有关。细，如果你爬个楼梯，走快一点，肚子就更闷更痛，停下来休息就会好转。那这个高几率是心脏问题。第二，看它跟饮食有没有关。细，普通胃病通常是饿了痛，或者是吃饱了撑到痛，会有固定的规律。但如果是心脏引起的胃闷，通常会伴随着全身没力、冒冷汗，或者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。我不是要大家自己当医生诊断，我是要大家多留一个心眼，只要这阵胃痛让你觉得整个人非常虚弱，脸色发白，请不要只吞胃药，赶快寻求专业的帮助。当你或家人感觉到前面说的那些怪痛时，接下来这黄金10分钟怎么过，决定了生死。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顺序，千万不要听信网络上的偏方，什么用力咳嗽、捶胸口，那些都可能让心脏负荷瞬间爆表，反而更危险。这时候我们不是在拼意志力，而是在拼正确的音片顺序。
第1分钟请立刻拨打119，不要犹豫，不要想说先休息看看，也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。119的救护车上有急救设备和专业人员，这才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。电话里请讲清楚家里地址、长辈年纪，还有最重要的症状，譬如胸闷、冒冷汗、脸色发白，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剧烈牙痛或胃闷。第3分钟到第5分钟，让病人安静坐好或半躺着。请记住，绝对不要让病人再走动，不要让他去洗澡清爽一下，也不要让他走去厕所。这时候身体每一点能量都要留给心脏。把家里的窗户打开，保持空气流通，把病人的领口松开，皮带放松，不要让衣物束缚呼吸。这时候家属请保持冷静，不要大声哭喊，围成一圈看热闹，那会让病人更紧张。如果病人平常医师就有开舌下含片或救心药，这时候可以依照医师之前的交代给药，但林医师要强调，这药必须是医师开给你的，不能随便吃别人的。如果家里有低剂量阿司匹林，且病人确定不会过敏，没有胃出血病史，可以考虑让病人咬碎含着，这有助于防止血栓片大。最后，在等救护车时，准备好健保卡和病人平时在吃的药单。这10分钟，如果你做对了，你就是在跟死神抢人。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新北市有一位蔡叔叔，今年63岁。有一天半夜，他觉得肚子闷闷的，很不舒服。蔡叔叔以为是晚餐吃坏肚子，打算自己走去客厅拿胃药。他的太太陈阿姨看到他脸色发白，第一时间想扶他去沙发坐。这时候邻居听到动静也跑来关心，大家七嘴八舌说要帮他按虎口，还有人说要给他喝热水。蔡叔叔这时候已经开始冒大汗，呼吸片喘。陈阿姨突然想起她在健康影片里学到的方法，她立刻大声请邻居退开，保持空气流通。她让蔡叔叔靠着垫子半坐卧，不让他再走动。她马上打119，明确告诉对方蔡叔叔正在冒冷汗，胸口极度不适。在等救护车的这段时间，陈阿姨帮他松开衣领，握着他的手让他放松。救护车到的时候，蔡叔叔虽然虚弱，但意识还很清醒，因为没有乱走动，也没有乱吃偏方，心脏的负担降到了最低。后来医生说还好陈阿姨懂这个顺序，帮蔡叔叔争取到了宝贵的治疗窗口。手术非常成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确定的时候就先当成危险来处理，懂顺序就是最好的保险。最后，林医师要跟大家聊聊预防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吃得清淡就不会有心脏病，其实有3件事对长辈的心脏最要命。第一是抽烟，烟里面的雾智慧直接破坏血管的道路内壁，让垃圾更容易堆积。第二是长期晚睡，身体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血管就没办法得到放松。第三是3高的药物，吃停停。很多长辈觉得自己量血压正常了，或者是感觉没什么异样，就自己把药停掉。请记住，血管的健康是你看不见的，药物就像是一个稳定的管理员，你把它撤走，油路随时可能再出问题。预防不一定要追求满分，我们做70分就好，每天固定去公园走个15分钟，不用走很快，有动就好。吃饭保持7分饱，把油炸的东西减一半。最重要的是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固定的睡眠时间。这些虽然都是小事，但只要你愿意坚持，就是在帮你的心脏减轻负担。
照顾健康不是一种压力，而是一种对自己和家人的爱。影片最后，林医师送大家2句口诀，第一句是5种怪痛要警觉，牙、肩、胃、背、闷，只要跟平常酸痛不一样，就要小心。第二句是10分钟先做对，叫车坐好，通风按一组。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记得黄金10分钟，让我们互相提醒。也请你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最在乎的人，不管是家人还是好朋友，哪怕只是一个小分享，都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救命的作用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